是去不得吧？你追上了，你呗，你这追上了，那把个把了，你给快给你，那把了把的开了的，脚的开了的，地上的开了，你追上了，然后他跑过来，个把切着个如个把切着个把打了个把毛了呢，喂，木到手路，要打了的呢，追着呢，追着着的，追着，但是那把还着跳下了，过来要到这呢，个把追着木头路上，俺俩呢要到这，我们啥地方呢？看那我们个。我们过不到啥，老少的。但快点呢，这路了是跑了把黑土啊，但快点呢，把黑土的完不了，但快点呢，把旧的，把带呢，把黑光的，把这过的了。过来这快呢，你那了把旧的带的这过的了。那好多的呢吧，过来呢，这快点了把黑土用了的了，我把这我也是过的了。过来，这快点呢跟地方的了，把旧的带的这过的黑光的了，我的呢，这个把黑光的了，这个把从我家那边的那里，把那里呢。可能是在中国，我看个这个不路不要挂的了，这个不老不干这个呢，我老了不是八路八比路不啥吧？俺那里不知道不是八路八比路不啥吧？他了，不没八路八比路不啥？这个听的吧？不没八路八比路了，不没八路八比路了，不过八路八比路啥呢？不路不到路了，过来呢，他中央不挂路，过那他中央不挂路，他路不到，他中央。他那个人为了把啥子做了呢？把木啥子个二十个多了，他找个没了，那后给那啥给了木咱们给了不老不给，这个些呢，这个二十，这个二十，6年20，那不是把不买的话呢，真的不会把你路都快点了。